結婚擺酒係等於乜嘢啊？等於超級嘅體力勞動，係一個極大嘅壓力。好多人喺籌備婚宴嘅時候呢就分手嘅。可能20幾年前呢，其實係冇咁大件事嘅。我講香港都係要擺酒，但係即係唔使做咁大啦。但係即係呢個婚宴要搞好大呢件事呢，朝頭早搶新娘嗰啲叫咩？接新娘屌搶，即係諗住搶新郎新娘要喊晒啊嗰啲，即係然後又要咩對唱嗰啲，都係近20幾年嘅事嚟嘅。香港已經搞到咁大件事咧，咁所以咧台灣就一定係更加大件事，因為台灣嗰個人情世故啊，即係嗰個禮節啊嗰啲係好誇張過香港好多次。香港始終都有少少西式啊嘛，西式嘅婚禮咧就坐喺度，跟住等乳豬上，啲餸就會9點之後先上菜，跟住上啲菜係上到超快嘅，食都冇得食嘅，即係我哋通常埋怨呢啲嘅啫嘛。70年代尾出世嗰啲其實係一切從簡嘅，即係結婚輕輕鬆鬆結咗咪算咯。咁你有時見到新娘係幾開心嘅，